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1月22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这个房企消息1月21日晚间，融创中国发布公告称公司境内公司债券及供应链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重组方案已全部经相关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这个意味着融创154亿元的境内债务重组宣告成功，成为行业内第一家实现境内债市场化重组的房企。记住了，它这是重组以往也有房企境内债这个叫成功或者叫化解风险，那个都是增信展期，而融创这次是重组成功。但是我还得提示一下，这是它境内债重组成功，不代表融创就安全。融创安全不安全都得看韭菜买不买房，你只能说融创又获得了一段喘息的时间。与融创境内债重组成功这个利好相比这个负面消息也是接踵而至近日大摩发布研报称，随着关联方影响的减少和内房市场的触底，预期内地物业管理行业会在今年恢复稳定。需要指出的是，融创服务关联交易在大幅下降，但相关机构对融创服务关注度似乎不高。公开资料显示，90天内无投行对其给出评级。与此同时，公司股价相对低迷，仍处于破净状态。至此，我们疑惑的是，公司关联交易大降背景下，为何被相关机构无视？这是否是市场对融创服务在用脚投票？高管与大股东深度捆绑，有无配合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从公司治理结构看，大股东如高管等持股比例占比较大。万德数据显示，融创系及高管曹洪明等任合计持股比例 49.62%。从股东结构看，融创可谓一股独大。融创中国通过融创服务投资及融享私人信托有限公司合计持有融创服务股份6-7成左右。由于大股东债务重组等影响，导致其持股比例有所下降。截至2024年上半年末，融创系持股比例 49.4%。实际上就是投资者怀疑融创服务在为融创中国服务。这个虽然没有证据我们不能直接说它就是，但是完全可以合理的怀疑。大家还记得恒大物业它的子公司大概5-6家那个承担一共是140亿，存在各个银行里。完了之后，他用这个承担做质押，给恒大这个白手套公司就是那些壳公司做担保，然后那些壳公司利用这个恒大物业的这子公司的这承担做担保，在银行贷款。那银行当然愿意，因为你恒大地产的这子公司，如果你还不起，那我就把你这承担直接没收了，不就完了吗？一点风险都没有。所以这个恒大通过这个白手套这些公司就贷了143亿，这个钱七绕八绕的进入中国恒大，用来还他的债，用来开发房地产。结果这个钱不就没了吗？回不来了吗？然后恒大物业的这140亿就让银行给划走了，谁受损失恒大物业。所以投资者完全怀疑融创服务跟融创中国也会玩这种猫腻，也就是融创服务也可能会配合大股东。因为合理的怀疑是什么呢？既然融创服务它已经公布了，它跟大股东之间关联交易是越来越少，那为什么它的股价破了这个净资产还没有投资者关注呢？也没有这个评级机构给它进行评级。所以大家就怀疑这个融创服务是不是已经被融创中国这个大股东给掏空了。所以我说融创虽然它在境内债重组的成功了，但是不代表它就安全了。1月21号，富力地产新增3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合计4.8亿余元，涉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天眼风险信息显示，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现存50余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总金额超过166亿。这个富力和融创当初双骑着白马拯救万达的王老板，对吧？一个把万达的文旅全部买走了，一个把万达的酒店全部买走，两个人还为了这个万达的酒店还闹个不愉快。不过时过境迁当初的这个3个主人公万达、融创、富力，现在都是好汉不提当年勇，现在都在死亡线上挣扎。我们再看看碧桂园首先是这个碧桂园现在是债务越陷越深近日，碧桂园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新增2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合计2.6亿元，被执行人还包括金门汇鑫置业
业有限公司风险信息显示啊，碧桂园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现存数十条被执行信息，被执行总金额超17亿。该公司还存在限制消费令、失信被执行人及中本案件信息。这是碧桂园啊。1月21号，碧桂园表示啊，需要时间解决与两大债权人集团谈判的症结问题。碧桂园的清盘陈情案昨日在香港高等法院提讯。据报道，碧桂园律师表示啊，集团预计下月与债权人就164亿美元离岸债务重组达成协议，并在4月向法院申请批准相关条款。碧桂园的律师昨日请求法院给出时间，以解决两大债权人集团谈判中的症结问题。两大债权人集团一是一群持有30%未偿还美元高级债券的债券持有人，另一则是由7家银行组成的贷款人团体。这些问题涉及贷款人团体释放其担保方案以换取赔偿、可转换债券的转换价格以及新债券条款。高等法院昨日已批准将清盘聆讯再押后至5月26日。狼多肉少啊，僧多粥少。碧桂园手上的筹码太少啊，那些担保措施、那些抵押物，他要腾挪。对银行来说啊，银行肯定不愿意把手中抵押物让出，但是他一共只有那么多抵押物，如果全给银行了，或者银行不让出来，他没有办法腾挪别的债务。债券持有人呢，他不可能说我仅仅给你展期就完了，我同意展期10年，他展期的同时要求你增信，增信就是你得搞点抵押物来压在我这。我以前说过啊，你看那个孙文斌，他解决简单，他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大股东所有的财产拿出来做增信，好，那境外债权人一看你有诚意，而且你也有抵押物啊，实在不行10年以后或者8年以后，你这个没有办法还，我把你的抵押物给卖掉，好歹能回来点钱。那碧桂园现在遇到的就是这个问题，所以他说两大这个债权人集团，一方银行那方要释放一些担保出来给这个债券持有人。我为什么说这个呢？是因为我以前干过这事，我对这个债务化解方案、所谓的债务重组方案、所谓的破产重整都参与过。这里面关键点就是增信措施，对吧？现有的抵押物就那么点，那你大股东要么你自己从额外找出这个财产出来抵押物，如果你额外找不到，那就是现有的这点抵押物，大家协商，你这现有的抵押物都名花有主啊，你押给我了，我凭什么让我让也可以啊？你把钱给我付清楚。所以你看啊，往乐观方向说啊，碧桂园就是债务重组成功，那它跟融创也是一样，并不意味着它就活了。我们再看啊，这个央企开发商中交地产宣布退出房地产。这个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啊，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拟将公司持有的房地产开发业务相关资产及负债转让至控股股东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本次交易拟采用现金方式，不涉及发行股份。这个中交地产啊，2024年亏损53亿，说明什么？说明央企开发商日子也不好过，该退出就退出了，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这就是我说的啊，这个万科一旦暴雷，后面就是保利啊。不要看保利是央企就可以高枕无忧啊。我们再看看这个每日经济报道啊，说专家称今年楼市小阳春没问题，2024年楼市呈现前低后高趋势，市场在密集政策的推动下逐渐回暖，购房者置业预期大幅改善，蛇年小阳春能否提前到来？2025年1季度房价会怎么走？返乡置业能否重新散发3、4线城市活力？成交量层面回暖趋势非常明确，2024年4季度同比2023年出现一定增长，商品房整体成交金额、面积都超出了市场预期。张波表示啊，说2024年虽然总量指标还是处于相对低位，但4季度明显复苏的态势会带来2025年进一步止跌回稳。2025年首先看成交量，即使平均数据可能比2024年第4季度少，但也会超出新政之前水平。从这个角度来讲，止跌回稳其实已经实现了，下一步主要取决于增量政策能不能落地。如果增量政策落地，会有更加乐观的变化。李宇嘉认为啊，值得注意的是，从统计局公布的70城2024年12月的数据来看，一线城市涨跌指数从11月到持平到12月的 0.2%， 二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从下降转为持平，这是很不容易的。从北京的情况分析，去年4季度北京连续3个月网签量
都接近或超过2万套，已经很多年没有发生过了。2025年1月开始，实时成交同比仍在增长，只是春节因素令增速逐步衰减。在这种惯性之下，可以预计今年春节之后出现小阳春没有问题。这些专家普遍乐观又开始忽悠这春节还没过就忽悠小阳春要提前到。实际上有的时候专家的话他不是这个意思，这些媒体报道的时候喜欢片面的截取。有的时候专家说的这个小阳春特指北京、上海，有时候甚至是指着上海的那些豪宅迎来小阳春。但是这些媒体报道的时候他就掐头去尾，所以这些专家也表示无奈但是这么报道出去之后，很多3、4线城市的人一看也很兴奋，以为他们那儿也要小阳春了，自己买的房子要解套了，要赚钱了。哪里有什么小阳春？现在什么经济形势还在做梦小阳春？为什么大家在媒体上看到的都是唱多的，都是专家都说的都是好的，只有通过自媒体才能看到似乎有一丝不安？那是因为你通过媒体你是看不到真实情况，因为很多房地产研究报告不容许发，恐怕是担心预测部分内容看空或者看淡。你现在看空的不让你发，你只能看多。我倒是觉得那些自媒体为博眼球夸大或者是造谣，这个应该加以这个审核。但是你说专业的机构研究报告还是要多放行虽然有的时候研究机构也不专业，说的也是乱七八糟的，但毕竟人家对吧还是有牌照在水面上，专业机构的研报容许他发，大家去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分析借鉴。现在敢说话的稍微看空的都被禁言了，对吧？所以大家只能听到那些好消息。好消息来了财联社1月22电，外交部发言人说这个1月22号主持例行记者会，塔斯社记者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最早于2月1日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征收25%的关税，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那咱们就说了贸易战、关税战没有赢家，中方始终坚定维持国家利益。什么意思呢？特朗普这个人又变卦了，昨天好像还是和风细雨、春风化雨，今天就是狂风暴雨、阴云密布。2月1号要加关税25%。当然了，有人说这是特朗普口误，你不管怎么说关税肯定是要加，这个对咱们都是负面影响。就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还要涨，这个逻辑在哪里？有很多人他老说因为这个美国要加关税，所以我们要人民币贬值，人民币贬值来对冲这个关税影响，以保证我们的出口。因为贬值了，所以我们的资产要涨价，所以我们的房子要涨价。人民币贬值嘛，钱就不值钱了。这些理解都非常片面都属于刻舟求剑。你应该考虑的是韭菜有没有钱，就你那边放不放水不重要，重要是韭菜有没有钱，对吧？韭菜没有钱，你就是放水他也不买房。韭菜如果有钱，对吧？你不卖，你不放水他也会买。这韭菜对未来预期好坏，口袋有没有钱，这是第一重要，这是关键点。还在想着楼市上涨、房价上涨，还在想着炒房。彭博社报道说摩根大通和花旗集团等一些大型华尔街银行预测，中国的通缩状况将持续到2025年。这情况自1960年代还没有见过，也就是罕见的这个通缩状态60年未见。你说今年一下就能过去，你说这个通缩状态，你说房子还能涨价，那不韭菜更买不起吗？我们再看这个过气网红城市杭州在房地产这块也是动作频频这个炒房之都不是浪得虚名跟深圳并列第一，齐价并虚去年这个杭州不是搞了一阵子叫原拆原建嘛？那媒体和中介炒作先是深圳人跑去杭州买原拆原建，后来又是上海的炒房客跑到杭州去买原拆原建，再后来就是北京的炒房客杀到杭州，再后来就是杭州自己的中介开始狂买原拆原建，大家还有印象吧？一顿炒作今天这个钱江晚报、钱江视频他做了一个节目叫杭州老破小如何实现逆风翻盘。在杭州市中心的老破小一直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曾经它由于建造年代久远、设施陈旧、居住体验不佳等因素，其房产价值在城市发展的浪潮中逐渐出现下滑趋势。不过2024年成为了一个转折点。据贝壳研究院数据表明，这一年杭州60万以下的房源成交量实现了大幅增长，占比达到 13.3%， 约12354套，相较于上一年增长了近80%。这背后有什么样的交易逻辑？也就为什么好多人跑去买这个老破小？政策市场的因素又将如何影响杭州老破小如何实现逆风翻盘？大家看视频2024杭州市中心的老破小迎来春天，哪些人在购买老破小？背后到底什么逻辑？
近日，钱江洞察记者走访了杭州市中心的一些老旧小区，发现居民们对于目前居住的老小区的价值产生了一些担忧。大家表示，对于居住多年的老破小有着很深的感情，再加上交通、商业、教育资源等配套优势，并不舍得转手搬离。有个留恋感，留恋这一块地方。所以如果让你搬出去，你不太会搬。让我搬出去不太会搬。然而，老房子由于建造年代久远、设施陈旧、居住体验等因素影响，在杭州城市的快速发展背景之下，老破小的房产价值似乎有所下滑。现在都没有电梯，怎么太老一点了？钱江洞察记者调查了解到，在很多人心中被嫌弃的老破小，其实已经在2024年杭州的二手市场当中实现了咸鱼翻身。根据二手房交易平台杭州贝壳研究院数据显示，2024年杭州60方以下的房源成交量占比13.3%，2024年60方以下房源的成交量约12354套，而在2023年60方以下房源的成交量仅为6962套，2024年成交量比前一年增长了近80%。整个12月份的话，资源的成交量大概60套左右。价格很便宜，总价很低。大部分成交大概80%-90%的成交价格，大概是150到200万左右。但是成交量上升的背后是以价换量的交易逻辑。以杭州朝晖1区、4区为例，2024年这两个小区的成交均价从年初的每平米3万，已经降到了每平米2万8000元。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景方东区，更是从年初的每平米32453元跌至12月的每平米24532元，全年跌幅达到了24.4%，是跌幅最高的几个小区之一。记者随后又来到了杭州文教区的翠苑板块，中介从业人员说，业主主动降价以及市中心地段优势、配套优势是促成交易的核心原因。此外，目前杭州放开了二手限购，这也让部分外地人选择到杭州置业。去年24年有一波那个原拆原建的那个说法，那这一波热度呢，也带来一波客户感兴趣，想把这种买房子作为一个资产配置去买一下。这样的话，因为做出租的话，就是回报率也还可以的。2024年4月，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发展改革委与省自然资源厅联合印发《关于稳步推进城镇老旧小区自主更新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住宅小区可成立业主自主更新委员会或授权业主委员会，在广泛征求业主意见基础上，自愿提交更新申请。我们这边的话，自主自发的话呢，来参与这个事情。哪一个不想租新房子啊？是不是？大部分都愿意。我是赞同的，我是有强烈意愿的。这或许是老破小值得期待的未来。目前一些案例也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一个是原杭州建工新村变身的马城雅苑，前不久已经启动选房，预计明年年初正式交付。马城雅苑处于文一街小学加13中的双学区范围内，将给文教区带来一大把小户型新房。另一个已经正式交付的，则是位于杭州恒隆广场旁的白景人家，坐落繁华武林商圈核心，是老杭州人心中的顶级地段。天气好时，高楼层能直接看到西湖。自从老旧小区自主更新政策出台后，再加上2024年5月9日杭州取消限购，首套按区认定，同年的5月17日，央行3件齐发，取消贷款利率下限，下调首付款比例，下调公积金利率。在一系列政策利好促使下，市区老破小迎来久违的春天。2024年4月和5月的二手房成交榜单上，朝晖7区、闸龙口新村等市中心老旧小区重回成交榜单前10，甚至在法拍市场上，市中心的老破小都引发多人争抢，部分房源溢价成交。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在买房的时候，不是要看他就是作为投资的一个方向，你更多的是看自己是不是需要。就我住在老小区，我就享受它的医疗条件或者教育条件比较便利。我觉得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所以它的那个方向是不一样的。记得政府好像这几年一直都在做老小区的一个改造工作，所以我觉得在每一个地方政府的它的那个大力作为下，它的价值体现其实还是挺高的。但是呢，自主更新这一点呢，虽然说我们从目前的这个执行情况来看，它的难度非常大，但是起码它已经有一个政策，或者说有一个渠道，就是以后我是有这个方向，我并不是无解的。只要有了自主更新这个方案在，那么我觉得这就是给老破小未来的一个托底的一个这么一个形式。
也就是说啊，很多人赌这个原拆原建啊，有这个基本政策在，你买了老破小你就不用担心。实际上啊，我倒是觉得韭菜没有必要去赶这个热闹。原拆原建说的好听，即便它啊以后有利，但是你看看这个小区，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每个人的诉求不一样，五花八门。你到时候要把它协调一致，说要原拆原建啊，有人还家里还再掏点钱出来，有的人说我没钱，有的人要装电梯，有的人说我不需要装电梯，每个人需求不一样，你众口难调啊，所以很有可能啊拖你10年8年还都不一定能拆得了。我想啊，冲着原拆原建去买老破小的，恐怕现在已经套住了。大家想一下啊，原拆原建什么意思？从政府角度来说，那个地方是老小区，对市容市貌不好，对吧？把它拆掉重建应该挺好的，也是关注民生嘛。因为老小区啊，它各种公共设施、各种这个配套服务啊，恐怕都稍微差一点。盖新的那肯定更好，但是政府肯定是没钱。那政府有钱要给大家发工资啊，谁会给你盖房子？政府为什么以前把你的房子扒倒要重盖啊？死乞白赖的让你走，对吧？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必须得搬走。现在为什么这么温柔，说原拆原建让你们自己商量？为什么自己商量？因为政府不给钱，我没钱，你们自己掏钱原拆原建嘛，或者你们自己找人投钱，政府没有钱啊。政府以前是有钱的，以前把你的房子扒倒了之后，把它铲平盖大楼啊，对吧？拆了100户，它能盖出500户出来。拆100户，它盖500套嘛，盖500套出来，它只要给100套的人补偿就行了，那400套都是他们赚的。就是我就举个这样的例子，大家就理解了。那政府当然愿意拆啊，拆你这房子，把你重盖一个，他赚钱呢，所以这个不容商量啊，说拆就拆。现在跟你商量是因为他不想掏钱，他没钱掏啊，就这么简单。所以还指着原拆原建想赚钱的，醒醒吧。我们再看条新闻啊，这个是三湘都市报报道说，永州住建局回应公摊面积取消不实消息。近日，部分网络平台及社交媒体传出永州市取消公摊面积的消息。对此，湖南省永州市住建局专门发文辟谣澄清，称其为不实消息。据悉，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关于我市取消公摊面积不实信息的辟谣声明。该辟谣声明指出，截至目前，永州暂未出台任何关于取消公摊面积的政策文件或通知，其中明确，目前永州房地产市场在房屋面积计算、销售等方面仍按国家及上级部门现行规定和标准执行，公摊面积的计算和分摊方式也未发生改变。对于房地产市场的相关政策动态，应以官方权威渠道发布信息为准。我记得应该是1个月前吧，对吧？这个网上有很多媒体还有中介说这个永州啊不是取消公摊了吗？我当时做节目就说了，这个就是瞎胡闹。中介这些媒体为了卖房子，为了烘托出这种楼市稳中向好、止跌回稳这种假象，就编造出什么取消公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很多业主啊对取消公摊是非常赞成，很多人天真的以为这个羊毛啊会出在猪身上，对吧？公摊由开发商来，公摊由物业来负责，公摊由政府来给，我们就要按套内面积给钱。我住的就这么大呀，就很多人都这么想啊，这想法没错，但实际上呢，羊毛出在羊身。所以这些中介啊，这些媒体宣传的公摊取消，实际上就是个计算方法变更一下，你该掏的钱1毛钱不会少，天上不会给你掉馅饼。按建筑面积算是12000一平米，给你按这个套内面积算变成了18000，就这么简单，对吧？外面的楼梯、大厅、公共区域，你该掏钱还得掏钱，物业费也得掏。前不久啊，住建部下面的中国房地产报专门发文批评这种现象，炒概念、忽悠韭菜，对吧？你所谓的取消公摊，无非就是按套内面积算和按套外面积算，你算的价格是一样的，总价不可能让韭菜少掏1分钱的。所以这个所谓的取消就是个炒概念，就是忽悠人，对吧？连这个住建部的媒体都看不下去了。所以啊，你看今天啊，这个湖南永州住建局跑出来回应，我估计啊是永州住建局啊收到了相关部门的问询函，就是你们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那这个部门永州的这个住建局立马回复啊，说改啊，我可没有取消公摊，我们是按照现行的规定去执行的。就是有很多韭菜啊，根本就不清楚自己要什么，完全就被别人忽悠。韭菜要的是房价便宜，这第二个韭菜要的是公开透明，就是你公摊你给我摊了多少，对吧？不能不明不白，你这个房子公摊面积太大，我就不买，我买那个公摊面积小，这个是你的权利，对吧？我们要这个要透明。最后再说一下啊，因为马上就春节了，很多人返乡啊，尤其是农民工在外打工的，有的今年赚了一点点钱，现在各个地方啊都在盯着返乡农民工或者返乡务工人员那个口袋，不是家电下乡补贴就是买房，各种优惠。家电这个咱就不说了，因为它是消费，大家都房子这个，无论你是务工人员还是什么韭菜牛马，对吧？如果你能全款买，那你就买；如果是贷款，最好还是等一等。这些4、5线城市的房子根本就不用担心买不
不到，也永远不会成为稀缺品。赚点钱不容易啊，如果你加杠杆借钱买，明年如果你赚不到钱，出去找不到工作，后年你的房子就被人收了，你这几年都白干了，你还欠银行钱，就稍有不慎倾家荡产。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着，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